从前后分享出看村民太妃，我是喜丽丽。大家看啊，一个台茶呢，就伫一个新北市乌来区倒流。从前人讲伫从乌来亚达北，没有一层客家乡亲，也就老祖公是对日本所谓家下，就来到亚达北hết。也按当日来做嚟讲，神法同当地嘅观光连接向下。尤其从下一步嘅乌来台茶停了2年过后，也还要重新再过来营运咧。当地嘅业者还要讲所有嘅民众对台茶做嚟讲这么期待，希望讲台茶会带动新嘅观光经济发展，因为按期待呢。就伫2年前104年嘅下，苏天嘅风采为乌来地区带来嘅台风台雨，包含僵尸也条乌来路线呢，而乃就是龙里龙来富士马家。也惨咩，经过各界10万强下，来亚达嘅风年过后，一下做嚟讲都已经准备好势嘅。当地嘅业者还有讲当地人都希望一下做嚟打帮乌来台茶重新再个运转，开始复苏嘅，为当地打造一个观光嘅势力行，来带动附近嘅景点发展。希望乌来会变做一个国际观光嘅景点，像韩国当日来到亚达嘅老了。详细嘅内容，大家对也有乜嘅想法？详细按样嚟做咯。今日村民太妃邀请嘅公部门来宾，还有各界同关心亚议题嘅相关人士，向下嚟讨论，来请观众朋友向下嚟关心。从前以后，分享所看今日嘅村民太妃，我是喜丽玲。今日呢，来到乌来亚达北啊，观众朋友，你敢知乌来亚片其实没有一层客家乡亲，差唔多啲日本所谓家下出来到现场嘅。今日呢係做一個讀書嘅連線嘅事業，今日喺節目當中會一一為大家來紹介。另外呢，下一步嘅烏來嘅台茶竟然重新開始營運呢。希望香嘅鄉親朋友對台茶真蠻期待。故所今日向下其中啲亞達北向下來關心亞達北觀光，南北安樣嘅來發展，向韓國當日來到烏來來留了。今日為大家來紹介今日嘅特別來賓，佢哋呢係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嘅林局長，局長好。大家好。接下來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嘅王正全王分局長，大家好。還有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嘅陳清峰陳專委，大家好。專委你好。經濟部水利署地質河川局嘅鄭君美鄭局長，大家好。同時今日呢，還有一個新北市政府客家局嘅王顧總未來到現場，還有公務局嘅專委未有來到現場哦。下一步呢，一個台茶重新再個營運呢，現正2年前，現正一片北風采對當地造成這麼嚴重嘅影響。一下台茶復市嘅地方紅嘅人這麼期待，一嚟關心接下來嘅新聞影片。這2年來，我們死神，我們現在看到台通以後，看到客人來的，就好像誕生了一個 baby 一樣，那種充滿了新生命的希望。第一代烏來台茶在個開始營運，睇埋青年都當歡喜，尤其係講是台茶工作站嘅老站長。當然是很開心啊，因為在台灣來講，現在只有烏來有台車，其他地方沒有了。那時候軌道幾乎在懸空的狀態，所以是那時候看還蠻觸目驚心。104年蘇天的風采造成烏來動態嘅影響，颱風台雨造成烏來山區泥石落下來，一條在後嘅暗影一下都已經冇睇咧。之前嘅颱風啊，嘅班路嘅攏做唔得高嘛，啊，之前嘅颱風一都無法度營業唔掂哦。蘇堤的風災造成老街停水停電5個星期嘛，道路全斷，然後經過搶修之後有慢慢恢復了。慢慢的，公共設施小火車也做好了，其他設施都做好了，但是風災怕會有影響又損壞。我的觀念是，有小火車會越來越好，啊，但是有些人還不知道小火車好了。台茶連接烏來路嘅還有水從上前，南北有重整觀光嘅生態任務。我們現在的森林鐵路，其實在台灣已經很少了，這現在是唯一保留的3分的鐵道。阿里山它是5分軌，
台铁的它7分轨，我们剩下的3分轨就只剩下我们乌来台车这一段而已。感受到以前人力在推的时候，当然现在我们没有那个用人力在推了，但是我们的机动性让你的感受还是感受得到鲜明的辛劳了。第2年，高铁陆送嘅设施，还做得来体验空中缆车。我们的缆车的历史已经有50年了，缆车会越过南势溪。好，我们可以从缆车上看整个乌来的全景。那我们这边主要在4月底到6月底的这一段期间内，我们有很丰富的萤火虫。推车停驶过後，再個出發，突破為當道困難。各界就希望觀光人潮夾下進來。1804年8月咧，基隆市撥了一個風采按照主題咧，相信無論人呢對一個蘇迪勒颱風哦，可能都還是覺得有一點印象深刻。因為基隆市呢帶來嘅動態後裔，促成共新店海嘅松節、南勢海、南勢溪，當時的河水暴漲起來，烏來亞片呢就變作為冲仔期。唔但搶共6天東道所採到鹽水嘅，包含烏來嘅台茶也搭面看鬼頭呢，基隆市就立下去這個懸空的狀態。看起來呢，東定人講，不過亞下呢，看得到烏來台茶亞一波，也就是在8月底的時候已經復駛了。各地呢，就是很多的民眾對他很關心哦，因為亞大北大家省發出同觀光連結強下，因為搶高亞嘅出眾哦，處長，我們這個台車當時在復駛的時候，其實它的難度是很高的，而且其實給復駛的時間韓國做還更早以前就已經做好了，但是一直到現在。8月底的時候才通車，要動工呢，經過嘅馬街工廠呢。我想這個很重要的就是我想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實際上面的一個狀況了哈。那其實這張的一個歷史的一個軌跡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其實這條台車哈，大概是1928年就是為了伐木哦，然後運送一些木材呀等等的物產的部分而設的輕便軌道，然後到了1951年的時候，他就兼載了這些載客的一個人力哈。所以現在等於是說，像小型的觀光火車，一直從1974年開始，就我們本來是人力的哈，1974年開始就變成一個機械化的一個算是一個觀光的一個台車哦。那其實它本身在烏來的話，已經這個在美營業對就已經很久了，算是一個那個烏來的原住民了哈。那所以這個對烏來的整體的觀光上哈，應該是有非常的等於是連結成一體了。好，那是有非常重大的一個意義在這邊的。好，路車出眾哦。對於其他的相片呢，你就會看到基隆市屬地的風采，它不單僅是造成了附近的很多環境的破壞，還有你看基隆市的台茶站呢，也係茶頭啊，它當時的台車站的裡面都是已經淹水的狀況，所以呢，沙下來水土保持其實係當中有一部分哦，分區咗，啲站嘅時節咯，復原的時候，咁要針對水土保持鴉片來充電來站哦。那最嚴重的，因為從外面進來，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從外面進來就我們台九甲仙10.2K 那個地方，哦，那個崩塌非常的嚴重，這是第一個點。那災後我們也水保局這邊這個部分也謝謝水利署那邊那個支援我們經費，然後我們是用逐年分期的方式來做。那去年的部分已經完成了，那今年跟明年我們都還會再繼續再努力。比如以這一張那個我們剛剛講的10.2K 那個部分來講，從這一張圖可以看得出來，那個時候真的整個下來之後，我們整個交通大家都不能進來的，大家都用走的，好像走不去。用人講啊，新北市烏來變作為孤島，對不對？就是因為這個10.2K 這邊斷掉，所以大家就沒有辦法出去了。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各部會大家一起來合作啦，哈，就下面橋的部分，彩虹橋是公路總局他們來處理，那我們負責就是這整個坑溝的一個整治。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花了很多的錢，包括我們那時候的那個連院長都是非常的關心，都是去年那個梅基颱風的時候，他也親自到這邊來關心我們的進度，這樣。古座鴉片呢，更散嘅部分，都係鴉片10號 Q 又揾咗更火把嘅部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哦，烏來這個地方呢，管理單位開始越來越多了，沙下來係一個10號 Q 嘅說明。這下蘇迪勒颱風這下雨太大了啊。山上山風動到嘅沙石都會衝到河川裡面，啊，到跟俺哋烏來的老街嗰邊哈，
河床比较平缓，所以个沙石下来了都给有淤积到嗰邊。我哋看到蘇迪勒颱風之後哈，佢個沙石啊，平均差唔多有2公尺安高啊。安高的話，水對嗰邊行啊吼，一定會遇到老街嗰邊。所以我哋下我哋河川局做两件事情哈。第一件就是讲，我来先疏浚河川，同个2公尺哈，把它降低哈。那这样3年，大概去做疏浚哈，疏浚的他们都有18万立方公尺，按都撒出去，差不多都会15000辆卡车这样一直陆续出去的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降低，不过还是不够。我们来算哈，要让大家感受到，来乌来观光，如果要感受到安全，所以我们去看个护岸哈，老街护岸，拉唔拉高啊？嗰個局長咁做就按嚟講咧，老一個步邊坡加高之後啊，沙下來係講落太熱嘅時節，冬天就唔會再個重現僵屍按慘嘅情形了。係就可以減輕，迄種較大的話，民眾都喺地，這個地要用疏散撤離。個平常吼，都會讓民眾可以來觀光，咱咧護岸盡量做較講吼，有圖騰，讓外地的人有感受，說我們當地的文化特色。好，講到一個經過一場風災呢，過後各單位開始來復原，開始來漲嘅。唔過沙下來咁早的來經過其他考驗，咱擺落太熱時節唔會再個重現僵屍嘅暗慘嘅情形咯。而嚟看到冬天按其他嘅烏來台茶嘅部分，講60年代開始啊，就開始有動道嘅觀光客嚟到冬天，嗰個台茶就轉型按做觀光業嘅。你看到頭擺呢，其實係用人送嘅人家下啲樣片當中，咪看得到空車上山，然後載貨下山，一下老幾轉彎做專營嘅遊樂設施。冬天人呢，其實對一個台茶希望佢會帶來韓國度嘅經濟效益，希望它可以帶來經濟效益哦。今日要來嘅動到現場嘅業者，分享大家來提出你嘅想法。台車效益，你覺得現在台車復駛了，真的帶來了更多的商機了沒？也係大家親想嘅咩？有請一個觀光協會嘅理事長，理事長你好。我們大家看得到哈，26號的開始試營運，禮拜天就來4、5千個人。我得到消息是應該是6000個，他說6000到現在4、5千個人。坐台車，現在平時呢，我們以前這個烏來的瀑布區是空空的，沒有人的。但他現在呢，一天呢坐台車還有300-400個。烏來要分為白天跟晚上的觀光。白天要怎麼觀光？白天是烏來的山魅水影，山的魅力，水的倒影，我們要做出來。這是第一個白天的。那這裡呢，我們就需要什麼？交通連接，因為我們烏來的面積跟台北市一樣大，所以它的裡面的內部的連接交通一直很脆弱。這是一直沒有注意到的，是為以前就很脆弱了。對，所以說從新店到烏來，現在已經彩虹橋了，就安全了。那烏來呢，到瀑布這裡呢，就是台車，那台車這裡弄好也就更安全了。那你們還有個往內洞、往福山，或是往孝義，或是往三地部落、往中治，這個的道路都必須要很好的連接的一個交通工具，它才可以很方便到那地方去遊玩。這是目前要發展很重要一個交通連接。所以交通目前狀況能量是還不夠的，還必須要強化。那第二個是烏來這麼美的地方，因為現在大家已經老人化了，我們要遠離長照就要到烏來來，因為烏來有這個無價的，不用花錢就無價，但是有錢買不到的無價，負離子，空氣非常好，溫泉水質非常好，冷水非常好，景觀山的魅力那沒話講，好，所以烏來的這山的魅力這叫步道要怎麼做？我希望政府好好去把它規劃，做出一個國際的觀光步道，讓它去健身強身，這個的政府就可以減少很多的什麼？健保的支付了。好，多謝理事長提出了有關一個交通嘅問題，可能在交通連接上，未來還要繼續加強。謝謝，請坐。還有沙下來呢，有其他嘅業者咩來到現場，這是盧先生。希望可以讓甲類大客車能假日申請進來烏來瀑布商圈，這樣是可以帶進更多的人，可以帶進烏來瀑布商圈跟烏來纜車站的來客量，所以這也是不是可以凸顯出交通連接的問題？它不是那麼的順暢，所以現在只要遊客真的要來的話，是比較有難度的。是啊，就是我們就是像一般遊客，他們住宿客的話，都會提什麼行李啊或什麼的，他不可能是
就是必须要搭车进来，不可能提大包小包进来，这样子非常的不方便这样子。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增加瀑布商圈的停车场，因为像立体车场那边有停车位已经比较多了嘛，那我们这边的因为可能土地啊或什么的比较没办法争取到，所以希望这边可以增设一些，比如说也是像乌来立体停车场那种方式。好，非常感谢亚卢先生吼，还有其他嘅乡亲会提出你嘅观察，对亚嘅乌来发展你嘅建议冇？那我是对这个台车的复驶啊，对乌来的观光真的带来的新希望。我希望说我们的有关单位会再继续跟我们支持，因为我们乌来的受风灾的影响哈，真的大家都吓到了。对，而且大家的损失都蛮严重的，所以希望有关单位、我们的长官大家都协助我们乌来，帮我们乌来行销出去这样子。所以希望说台车啊，现在复驶了，那它可以加强的是哪一个地方？从刚才永远共都还搞通有些接驳的问题，那您的建议？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之一，交通。那还有我们这个老街，一般的游客是到老街，那他还要上来这一段路的话，晚上。尤其是晚上，因为它的路灯的问题比较暗，所以客人要上到瀑布区哈，因为瀑布就变成说很早就会没有游客，所以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帮我们帮忙哈，把那个行人步道这一段路，把它的灯光加强。所以公共设施的问题，公共设施需要加强。OK， 好，感谢。有请啊，谢谢。好，谢谢。还有其他有看到这位女士。就是说，我们像可以说把瀑布这边也带动一些环华，就是说有什么接驳车啦或者什么哈，可以让客人哈，就是不管说台车啦，好还是说像晚上时间哈，还可以说有那个接驳车可以上来这边。瀑布是非常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所以说必须要把那个景点带动出去，这样。OK， 所以是看起来是景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可能要把它串联起来，对吗？对。好，非常感谢你哦。今天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嘅一个专门毕业，要来到现场诶。所以刚才很多民众都提到哦，就是希望说交通可以连接观光，像接驳的部分啊。一个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其实有做的哪一的规划有哪一些呢？刚才大家提到是交通接驳的部分。那我们观光单位主要就是针对乌来的一些特色的景区还有景点，那我们就是把它跟旅行社，我们有跟旅行社合作，然后透过带团客的方式，好把游客带进来，然后去串联这些景点。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哦，就是8月的时候，我们的台车复驶了，就可以让游客呢有更多一个新的元素进来。除了可以到老街走走，可以到瀑布这边，那还可以包括像我们还有一些部落学校啊，还有一些馆舍，泰雅博物馆以及林业生活馆这些馆舍可以参观以外，我们还可以搭台车玩还有我们的云仙乐园可以坐缆车，那整个都是很丰富的旅游元素我们就是透过跟旅行社合作呢，把这些游程可以套装，然后这个线呢能够串联起来。所以大家有说在这个接驳的方面的话，好像目前的能量不是这么足够，接下来会再加强一点吗？接驳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跟区公所还有交通单位这边再来反映，好，那看看大家可以互相怎么来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好，刚才有人讲到普通的问题，还有公共设施的问题。有关亚拜台车呢，管理单位其实就是林务局。就在我们刚才很多人都有提到，说台车真的是有带来明显的来客量了。那接下来好像觉得说，台车的这个交通接驳状况可不可以再更完善一点呢？处长。就是现在游客量其实是真的是不少啦哈，那就像张理事长刚刚讲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大概是礼拜六、礼拜天大概都有到3000到3500人次，礼拜天是更多一点哈，那至少都有到4500人次。所以周末比较多，比较热，但周间的话可能就会荡下来一点。对，就会比较。那大概刚刚理事长也有讲嘛，至少都有几百人次哈，当然来回大概900多人次哈，大概我们的统计上面啦哈，所以
看起来是真的有带动了一些的一个人潮啦。但好像很多乡亲都有提到说，在接驳上面不是这么顺畅。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台车站它是2个地方把它接起来的，所以有一点像上坡下坡的感觉哈。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方式？比方说，大家可以是不是来回都要用台车的方式呢？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会推荐问台港？我们的车子的运转量是很快的哈，大概就5分多钟就会有一台车，那一台车可以载10个人。其实它的那个运量是还蛮大的。那不过一时之间挤这样300-400个人到这边来，又没有办法消化了，对，绝对是没有办法马上去做消化了。不过我觉得我也是有礼拜6、礼拜天我到这边来观察，来看看大家赴死的一些状况。其实游客都很可爱，尤其是那些小朋友会等一下，我一定要搭到台车，所以他们乖乖的可以乖乖的等哈，然后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好印象，有一个好的体验来搭这个台车。那不过其实刚刚也在讲到这个，也许在这个很就是说比较尖峰的时间点，也许大家也可以转换一下，上去的时候用走路的，下来的时候大概4、5点了，你已经就是在瀑布这边已经走一走、看一看、观光完了以后，你就搭台车下来。那其实下来的人数那这基本上它是等候的时间上是相对会比较少的。OK， 多车出众哦。你敢知其实新北市五类区呢，也搭配东年赤道宫也很演出名较多嘅素材。不过其实当中没有一道客家乡亲喺啲鸦片，来看到3下来嘅新闻样片。将的菜签来来飞飞，公益时刻卡编出台湾文化青年代的信念。我们的部落是妈妈一定要教女孩子，小的时候差不多10岁7、8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织布。我媳妇还有我女儿，现在他们也都慢慢的会织了。台湾厝嘅帮人家数年当好，虽然织布嘅建议唔会全部拍摄，不过也下一道工作坊嚟开嘅田园考场去推广织布文化。五来年出名人口数差唔多占全期人口嘅45%，客家啲鸦片山那度没有客家族群嘅脚迹。我讲从关西带我到武来来，我爸的款式吼，我还忙出去，我讲要带我爸来呀。武来有2群嘅客家人啊，天系日本时代家小长老高中茶。天主角后背武来有开发家有客家人士。喺安好嘅环境下，传来嘅当好听嘅旋律。那个做音乐嘅全世界就会台湾人会做那个国际标准音。环境嘅会影响伊啥人嘅想法啦，迄度俩嘅环境安好嘅，所以我就做同多嘅老嘅市民有相关嘅作品。佢係銅鑼藝術家吳宗廉，店前嘅山那度就係佢親好嘅工作室。那個邏輯係邏嘅基礎啦。都邏輯開始做，所以講冇可能有邋唔邋遢啦。見處見邊，吳宗廉研發出親震撼人心嘅點睛。其實武來也打敗呢，來看到佢嘅人口變化，也按當年來對102年40年先來看到哦，啲鴉片嘅人口數係漸來漸多，對本單當減6000，一下已經突破為6300人。只有清醒嘅106年呢，最新的人口數是6224人。啲嘅比例當中，出來看到佢幾個這個圓餅圖呢，啲總人口數當中，你看
一当然知道讲鸦片无来有当到嘅原住民，其实占嘅差唔多45%，含冇有一半。另外呢，就有一道嘅企业人口係啲鸦片，一當中3003人就有按客家鄉親係啲鸦片。當天呢，咪有客家人證嘅一個客家嘅相關組織，佢俾理事長咪來到現場。理事長哦，請教哦，鴉片一下無來呢，差唔多有幾多嘅客家鄉親，咁係有看到啊，差唔多係對土種苗體去曬過來嘅，你嘅觀察呢？因為無來目前啊，吼，差唔多要講客嘅哦，差唔多還有差唔多百人殺天天哦。要講客，係啊，還有差唔多4000-100還，該就是總講啊第一代就冇吹咧，第二代嘅吼還唔會講，第三代是唔會講咧。哦。是這種講誒怎麼講？即地方嘅問題哦，就較少講啊。因為無來有想要開客家，有開過個客家語言班，哈，我們有上過客家，哈，講客家話嘅語言班。多嘛？唔會少哦，家睇住你哋好多人做陣來學客家話，同我講，你啊還會個配個乜個田村也會白人個詩吼。別人作詩給配出來啊！像理事長喺度看到，其實呢客家鄉親差唔多做嚟分做兩批來啦。日本書嘅還有呢，就係民國34年開始呢來讀書嘅。呢度鄉親係對土種苗體起曬過來腳諾莫去讀書嘅伐木這種山林的開發事業、開墾的事業。從你去講咧，你係對那片曬過來嘅？係都關係曬過來。係認關係加過來嘅，估數係歡迎嘅關係。係，其他嘅組織當中嘅客家鄉親咯。客家鄉親當多哦，該做個阿爸咧，就做出迄類咧伐木嘅啊，該頭擺講咁啊該拖木馬啊，腳諾嘅啊，係類咧腳諾啦吼，還有嚟吼斟茶係啊。斟茶。好。現場咩有鄉親朋友來到現場，叫下來參加，好多謝理事長哦。今邊呢客家事務區嘅一個王顧總咩來到現場嘅，顧總鴉片哦，其實呢當年都知道講，無來是有原住民天天，不過今邊係咪看到有客家鄉親鄉下係啲新北市無來也搭嘅，接下來呢有乜嘅相關嘅統計，還係講未來可能會對發展乜嘅部分，咁係觀光嘅部分。今日同歡喜來到呢村民大會啊，大家都知道呢無來呢個地方呢，除咗有原住民以外呢，呢有客家鄉親帶到呢位吼，相信呢現場咪有當到客家鄉親係冇？呢客家事務區吼，呢政府對呢無來嘅客家鄉親吼，除咗呢輔導大家社團嚟發展以外啊。最主要嘅吼，需要用客家語言，吼語言來復興吼。因為啊，你客家委員會吼，你啊咩立法吼，然後人家客家語言啊變做國家語言，所以然後客家語言做得做，本體客家人啊做得攞來學習吼，唔好講因為客家人啊連客家話都唔曉講吼。相信呢政府啊呢下來做呢啲事情吼。還會貼案吼，貼案吼，也拜託大家吼，拜託人哋社團也好，人哋鄉親也好，想要學客家話，唔曉講客家話吼，大家盡量嚟攞客家話講起來，講出來吼。主要咧喺無來地區嘅當到觀光嘅資源吼，人哋咪有理事長都咧吼，客家鄉親都咧吼，呢下呢，我們就會結合人哋原住民吼嚟推廣人哋無來嘅觀光吼，客家文化吼，客家文化有當到特別嘅地方吼，包括佢嘅花布也好啦，吼，還有米食也好啊，吼，都有當到做得推廣觀光嘅地方。呢下咧，人嚟過來調查看看啦，呢下即係無來地區吼，做得作為呢客家觀光資源有幾多吼，嚟盤整一下，嚟配合啲原住民吼嘅文化然後客家文化向下來復興無來嘅觀光事業。
好，多谢顾总今日要来村民太妃向下来关心。讲到乌来亚特别来，你看文化多年，唔但像泰雅族，其实还有其他嘅一个原住民族，咪向下喺啲鸦片哦。沙下来运用嘅发展嘅多元化族群嘅乌来观光特色咧，上去大家向下来明看啊，集思广益哦。还有讲到乌来，其实同有名嘅就系温泉产业、温泉产业了。先前呢，咪去嘅其他同多素材去看温泉哦，大家都对乌来嘅温泉懂成熟呢。乌来伫泰雅村民当中，讲嘅就系景出热嘅神水。对于观光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会想要来看看乌来整个文化，还有想要来体验这边的负离子的那个空气。那在温泉的话，当然就是这边是很闻名的一个美人汤之称，所以很受日本的观光客还有韩国客的欢迎。我大概就会去茶上来，练体力，漂亮啊就去泡温泉，还有温泉有名，露天的温泉。呢度觀音溫人客就係愛嚟佔名人堂，亞博嘅相關溫泉業者當地搞嘅配合貢獻建成作業。仲有條一條一條嘅管呢，呢度都係溫泉水。頭班業者就係為到愛牽管線，設家老幾牽一個水管。故所能看到就係按嚟看顯現，一下頭前有公務單位當地嘅者，希望南北會同一個溫泉嘅管線老幾長好些，看下過去講。對溫泉的礦物質，然後它大概一個管子弄個2-3年，整個管子就塞住，所以都要再換新的，所以很多管子就浪費掉了。很久以來，這些管路政府機關也沒有去規劃，然後任由業者自行就拉管子，所以非常的亂。那目前那個市政府也規劃要把這邊重新整頓。頭擺烏來露天溫泉區管線亂草草嘅，地方政府強制重新整改，希望為恢復本地自然景觀，按呢整體觀光產業發展會較好。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假日，星期六、星期日。那平常烏來的話，就不是比較冷清一點，人潮就沒這麼多。是真的很感謝新北市觀光局這邊的一直在協助我們哦。那我也希望就是說我們這邊烏來的業者能夠就是自立自強，能夠就是大家團結起來哦。可能我們用一個觀光巴士，把喜歡來烏來的客人採取主動的方式把客人帶上來。比如像觀光人潮，工業者經提出想法，希望會向韓國島年下啲烏來頓腳。人家還沒看到用業者呢，講一下當地配合相關單位伫做管線重新整構的工廠哦。一片廣告區嘅轉變有講到，其實一下有這個在希望可以重整管線。以前這個烏來的管線真的是亂七八糟的，進來的時候就會看到大家那個管線拉來拉去，還會過河，所以看起來有一點凌亂。但現在重新把它修整之後，會不會解決這樣子的問題？還是說亂七八糟，其實應該要走一個統一管線，南北會喊個紅呢？那以往就是烏來就是跨河兩岸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管線就是非常的凌亂的景觀。好，所以其實在102年底的時候，其實也很感謝地方我們的居民啊、業者，哦，大家一起哦，都很配合的，我們就是願意把管線拆除，然後我們透過共同溫泉、共同管線的方式，來供水。好，那所以我們在102年底，那103年的時候呢，其實就透過共同管線的方式來進行供水。哦，包括像我們停車場啊，還有老街區這邊啊。那另外就是在溫泉街這個地方，我們大概就是現在也在進行這些系統的準備。那我們大概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啊，就是可以提供供水。咩啲有烏來亞特別呢係雖然鐵天氣，我哋看到一個啲烏來鄉址地北度嘅圖呢，也雖然係 Q 嘅行政體制，不過我哋看到烏來亞特別同後西南市西亞附近嘅水位，烏來雖然鐵天氣總共係有152.5公頃咁多，估算呢沙下來其實水質咪係當重要嘅，然之後係講一下嘅民雄業者還有溫泉業者見來見到，咁會破壞到當地嘅水質呢？觀光當重要，唔過環境誒咪係要顧好嘅。前面呢有其他嘅鄉親可以對亞嘅沙下來嘅觀光發展提出你嘅建議冇？那麼烏來地區的發展，這個觀光旅遊產業的推動是一個靈魂的事業。那麼
这个观光事业在乌来有3个重要的这个主轴，一个是温泉，第2个是文化，再来就是生态。那这3个串联起来的话，让游客到乌来，不但能够体验高品质的天然的温泉水域，那同时呢可以体验泰雅文化之美。在步道，我们各部落都有串联的4通8达的步道。那这个步道呢，都有原生植物跟这个昆虫鸟类，是在其他地区所少见的。那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都需要交通来串联，交通社区对不对巴士的这个串联。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步道，那边有很好的步道，那客人都很想去，可是这几个连接不起来，都连接不起来，都因为太远了。对，那第2个，这不是问题。如果社区巴士规划的好的话，你只要在一个窗口还是中心点，那客人可以选择他所要去的一个步道。那第2个呢，我们乌来最大的发展，当然一个瓶颈就是交通，刚刚都提到了交通。对，每个人都有提到交通的问题。对，尤其是含纳量的不够，你人潮要多，你要含纳百川呐，含纳这个重所有的人员，但是你停车位不够，所以在交通的部分，这个道路是没有问题，品质很好，停车应该是在分散在各地区0点整合，才不会太集中，是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几点呢，还是有关单位呢要全力的、要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来规划这个乌来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同大家的手机也是观光协会的总干事，然后总干事，所以很多人是提到说交通的问题。不过呢，大家感是上高啊。假如说当地的观光发展得很好，未来越来越好了，那会不会当地的大家的会冲击到生活民生的部分呢？你觉得呢？同时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能够串联得好、规划得好，就业机会多，因为人潮多了嘛，赚钱多，产值多的时候，人力的这个就业机会就多了嘛。那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台车也好，不管是商圈也好，不管乌来的交通公共运输，希望延长时间服务，因为很多的客人呐、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到乌来，你5点就关门了，那8、9点那么多人结果没灯，所以延长时间来服务，这是个人的建议。好，感谢总干事还有其他乡亲要来补充吗？我希望在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公开的传播出去。乌来的道路修缮维护完成的状况是几乎已经达到90%了。90%了，所以现在其实内外连接都没有问题。所有连外道路是非常 OK 的。有的道路甚至于像我们这个彩虹桥啊，从中治到乌来这彩虹桥，甚至于比苏迪勒之前做得更好、更坚固。还有就是我呼吁所有广大的这些观光客，能够尽量来到乌来。我们乌来都已经我可以大声的呼吁，我们都已经做好完全的准备。其实当地我们所有的乌来人都很希望观光人潮可以越来越多，然后打造成国际的景点、国际景点。那有想过观光负荷的问题吗？会不会有一天来了太多人，我们当地负荷得了啊？因为毕竟又是山林，靠山林的地方，之前受过台风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挑战了。那未来呢？大家的关心的点？当初这个交通冲击，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输啦，还有车辆的这个停放都是问题啊。所以区长跟我们在区务会议，还有各里里长，还有各民意代表都有跟区长建议啊，本来要打造第2立体停车场。因为有土地的争议，本来要在3地部落这边，那个全家旁边的停车场、消防队旁边，本来要打造第2立体停车场，来疏解这些以后停车的压力。你看假日的时候，所有的道路路边都随意停车，红线白线都可以停车。这样是好的吗？如果说因为现在是土地的争议问题啦，如果第2立体停车场如果再打造完工的话，我相信可以舒缓更完整一点。对。OK， 好，谢谢里长哦。还有其他的乡亲要来补充吗？那我想说，我讲个简单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地方上争取优拜公共脚踏车？好，看可不可以设在乌来的立体停车场？嘿，因为想说，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步道，很多年轻人早上空气很好，都会骑个脚踏车到乌来那栋去走走。嘿，
那刚刚还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大家要讲到台车赴死，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是在乌来云仙乐园上班，很多游客比较长老者的，他就跟我讲说坐台车很好，可是你们楼梯太多了，楼梯太多了，他搭台车要爬很多楼梯，然后当他搭到这边来的时候，又要爬楼梯，所以无障碍设施很重要，是吗？对 ，OK， 就是这样。好，谢谢。好，不客气。也个小姊妹喺讲到有关交通嘅问题哦，咁有可能来做 U-Bike， 还有呢串联其他嘅景点抢下起来。不过啲下片呢，有没有想讲来请问现场嘅乡亲朋友哦？大家一直希望说，观光客可以越来越多，还有多年文化亚种。台车复驶之后，好像未来一切都会更好，更多的商机。不过呢，像这个处长哦，会不会大家现在对于台车其实寄望很深，期待很重哦？那有没有可能说，台车复驶会是昙花一现呢？那我想这个在这个期间，刚刚理事长也去提到了哈，其实刚刚谈到我们是1928年就开始有这些铁道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复驶的时间其实已经去克服了很多的在法令上面的一些问题了哈。那其实这些老旧的旧的这些古迹的这些的部分，其实我们常碰到的就是建筑法跟区域计划法的一些问题。那所以为了要克服这些的问题，然后让这个台车可以永续的经营，所以行政院的林权院长这边他非常的积极帮我们去做了一些协调，像各部会，好像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或者是交通部，他协助我们去建立这个整体的乌来台车的一个整个营运的 SOP， 就是等于它的安全的有了保障。那有关于它的那个都市计划使用分区，还有这个特种建筑物的部分，那也都由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城乡局还有内政部帮我们一一的审议通过，克服了这些的问题那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下，乌来台车是一定会去一个永续的去行驶的那应该是会越来越好。今边呢，按到乡亲朋友没有提出一个交通的部分，其实轻重要，因为请到分局长哦，甲他永远讲到一下路还有亲密的一个拼图还蛮战后呢，未来一个应该首长的规划，敢会都甲他乡亲讲到叫内动的部分。刚刚那个4.2K 那个部分，我们当然已经完成了，我们会继续做。那我们就这个饭店上面这里面通的那个义勇公园，那个台本山的地方然后新北市政府的空最近也可以完工。接下来我们水保局这边我们会负责，我们会协助在里面那一块，这个我们是放在明年度啦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汉阳冲的部分先做。无按严重啊，就不用去后背啊，一部分係一步來啊。路嘅部分，迄本身它底部都行一批差不多50分鐘啦，都那個幸福路150號咧地位，免風也差都做得過啦，有改善咧，都水保局這一片我做下背那個直升就希望改保護起來唔會再個變下來。像分局長甲有向前提到講，希望大型嘅遊覽車做嚟開放入來。不過呢，雖然講也相關的法規有可能還有相關的法規卡在，就是本來就有這樣子的法規。不過呢，我想要強調，因為大家要講到台車還有觀光，希望做嚟永續發展、永續發展。那喺講有韓國島嘅觀光業客，還有人潮入來嘅時節，咁會對人當地嘅水土保持造成乜嘅破壞呢？因为人家都会黑水源特定区啦所以俺们趁这个机会也是跟大家报告说，如果有相关水土保持方面的需求的话，一定要跟那个我们这边是新北市政府，一定要跟他们申请，不然我们因为这边是特定区，所以管得特别，就是相关的单位一定会来查。我们水保局这边也都有卫星会监控，一定查得到，所以会给大家开单，重的了可是只要有申请的话，照程序来，我们该做什么还是可以做这样子。好，而且嘅小河巴係由水土保持區來負責，另外大河巴就係一個濕河區一片來負責咯。接下來呢，係講大家人進來見到，咁會對當地嘅環境造成相關嘅破壞呢？其實
那松柏太鱼以后吼，隔壁呢沙石路迄松动的啊，然后你摸上去太鱼落下来的话，给沙沙含半会下来啊吼，啊突然其实冇乜个出价关系，啊毋过也蛮吼，你呢安全较重要，啊来也蛮好，虽然有疏浚出去的一些沙石有出去，啊毋过也蛮落叶啊，含半强有沙子要下来，所以我们随时有准备咧契约，如同厂商讲好的，有下来的沙沙，我都去清，啊，要确保民众的安全。好，多谢一个邱总哦。还有呢，刚才讲到哦，因为风灾过后，鸦片破坏都这么厉害，一突还变成了孤岛。古种呢，相关的账嘅部分还有新北市政府公务局来也嘅做紧闭，公务局嘅相关单位人员没有来到现场，有请。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揽胜大桥的改建，好，那这一个揽胜大桥的改建，其实可以有效的协助我们整个老街区跟我们温泉区这边整个串联跟带动。那这一个案子也非常感谢地方的协助。那我们整个设计的方案都已经大致都 OK 了。那市长也特别要求我们必须在今年年底要完成发包。那未来600个工作天之后，其实这个揽胜大桥的改建，它不仅只是改善整个水利防洪，它同时应该也有兼具观光的功能，好，这是第一个。那所以可以值得我们所有的乡亲期待，整个在乌来台车通车之后，其实未来新北市政府还是会持续有一些建设在这个乌来这边来带动大家的观光。好，感谢呀，专门委员哦。清明呢，请问乡亲的朋友有爱来做补充清明的发言吗？有没有最后要来补充的？观光不是无限量进来的，是要管制的，是要管理的，绝对不能放纵量多，因为量多这个值不好，就会破坏。千万不要贪量多，要贪你的值高。像木谷木鱼也已经有对它的这个来客量有做一些管制，一定要管制，有总量管制，太多了就不能进来。对，那这管制你们要看你承载量，你承载今天有多少，你当下有多少，而不是说管1天1个月，那是不对的。是说在这个时段里面你承载有多少。要这样去算。好，那乌来呢？这个宝一个泰雅文化都没有好好发挥。乌来的泰雅文化呢，你如何让他跟他去共同享受泰雅文化，这个是我们政府要多用心的。好，这是第一个我现在呼吁的。第二个，我们的生态这么美，但是观光步道、生态步道确实没有公共厕所，所以四处什么去播种，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如果一个乌来可以做很好的观光步道，用它的慢跑、健走、马拉松，甚至于这个跑酷，乌来的发展相当多。然后他欣赏这个大地之美，最终还是它有很好的空气跟水，这很重要，好吧？所以我想，我们乌来在这个3个地方的生态，这里是没有着力的，路不能是随便开的，一定是要有规划的，不能破坏的，才不会造成环境负荷，而且破坏生态的生存。那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没有说那么困难的，因为台湾的专业很多了，只是你要不要做，有没有用心做。我举例，这是我们社区长做的挡土墙，他跟我们社区的居民怎么沟通的，做这种漂亮挡土墙出来，皆大欢喜，三赢。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一定要好好的跟当地的民众、当地的业者跟专家3个好好沟通，怎么样可以造就一个好的亮点的一个乌来。好不好？所以是很大的期待啦，希望说各种主题可以把它串联起来，然后对于董梯可能是环境永续经营发展的这个考量。没有错。好，多谢理事长哦。清明呢，要请一个观光局的专门委员哦，来专为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好了。今天大家没共斗哦，一个规划董冲优，还有呢，是不是观光可以把各大主题连接起来，然后做一个总量管制，对当地的环境还有对整体的发展都会是更好、更全面、完备的考量。其实从苏迪勒以来，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也期待更多的游客可以进来到我们乌来观光哦。那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期盼。那也很开心，在8月的时候，台车复驶带来了新的契机。那相信希望未来持续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旅游元素进来啊，包括刚刚里长也有提到哦，内洞森林。这个游乐区的部分，其实乌来还受到蛮多我们其实像日本客、韩国客，其实都会上来乌来泡汤，因为他知道我们这边的温泉非常的好，那也会去坐台车，那接着其实像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很多的生态，像我们在福山的部分也有做一些
tour 巴士 tour 的方式来带大家去进到福山去体验大罗兰溪的美景啊。那其实乌来除了生态，还有步道，还有温泉，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热情的，包括我们的居民还有大家一起来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多进来乌来，一起为乌来加油。好。大家都讲哦，乌来准备好诶，因为伊咧风采造成冬天咧造成诶环境破坏到动力害。不过接下来，按当然都讲，上个动作嘅办法，希望同亚冬天嘅观光景点串联起来，长久来发展，向韩国当营业来。不过呢，按样嘅向韩国岛观光客来到乌来呢，其实让议题牵涉到动岛层面，其中呢包含到土地利用、水土保持、森林保育、产业发展、文化也按岛嘅议题。故所呢，要向韩国岛营业来，可能要问董体讲，大家准备好些，有没有想说过环境长久发展，运用嚟对董体还有讲其他素材涵盖好呢？今日非常感谢按岛嘅乡亲都抢下来参加今日嘅村民大会，提出按岛想法，未来接下来乌来继续来加油。好冇？好，今日嘅节目内容就到这片，按自些什么大家。